佢哋咁嘢有一半咧係我哋游子哥個，另外一半咧就係我哋神利大隊出個啊。嗰啲人你智叔之前我哋應承過個，因為佢女長大嘅，越來越大個嘅，咁你坐幾支位置沖涼啊，的確係冇咁適合。女大就要有隱私嚟個係嘛？咁你就俾錢佢坐喺樓梯底呢，佢自己又揾人啦，做到啲化糞池，再加啲廁所、洗手間啊、門啊乜嘢，全部仲噼里呱啦，人工啊，喺我哋啲呢戶咧就總共使嚟3940幾蚊。嚟，呢度2001嚟，順利，大家神，你快講多謝，晚晚都弄右手你嘅噃。多謝。冇佢識嗰啲嘢噶，知叔冇識嗰啲嘢個，係講咪講，我都冇介意嗰啲嘢個。聽緊係嘛？為請下次睇個中秋節，我有時間嘛，我又過嚟探你，你就記得佢翻嚟聽清楚係嘛？聽清楚啦，反正是你扎個樣。你係幾多年出世噶咯？6歲呢。我睇你啲生日時候，睇個有乜嘢嘅外得冇？2月初1。幾多年啊？2月啊。乜嘢年？6歲呢。屬乜嘢噶？屬龍喎。屬龍噶嘛？64年屬龍，2月龍呀。死咯，你真係，你阿做啲識我，先你就錯講你識個，你阿妹冇錯啦，見面咯。呀，你嘅即刻講，你就讀書讀到幾多年級啊？讀書讀咗多啦。讀到幾多年級啊？讀到11歲，我買得嘅。讀到18歲，你留級就留你10年嘛？即係留級3年級留級就留你10幾年嘛？18歲，你幾了解啊？哎呦，你嗱陣間讀出書時，講真話，知叔你話你嗰啲時候，你64年2月個龍，你係讀書嗱陣識得我，你嗰陣飛黃騰達啊，講你聽，我咪講黐水個抬頭龍那個2月龍抬頭，我一陣你點乜道嘢俾你嗰陣我可以講停南馬有幾多隻老龜都過你，唉，快啲錯過嚟，馬事，我等你補一補得啦，你放得嘛？我等你呢個有外都冇。個喐向東就是邊我睇個？南向北。全南向北咩？全南向北我睇下先，得咧，啱嘅，非常之啱。個捧牆嚟啲嘛，係我有捧牆，買有牆就買得喎。佢話當嗰啲西北風，你一種買有牆呢，所有西北風灌你嘅油，你就喺西北風嚟灌你先嘛。一定我有捧牆，個捧牆好重要，但係我買得太高你坐到外邊個。你財氣啊，在上高漏入來一個，你衰嘢啊，就下低入嘅，你識嘛？你識分嘛？佢下低呢，你就當衰嘢，靚嘢啲好嘢就在上面來，識嘛？所以你太高嘅話就好嘢、醜嘢一齊當嘅，明咗嘛？過到圍牆好緊要，你同我做好吧？老老實實，到時你愛幾多人工，你一個師傅咧砌好佢，砌妥當，俾水泥燙靚佢。你買嚟隻雞走上牙膏嘅，啲蚊叉，你關一雞啊！攞幾啲，一般做幾啲事嘅時候咧，我都關開所有嘅禮物啊乜嘢，買俾你噶啊！哦，只得買800點啊！大家理解下。阿姐，我哋影張相就走，耶！quý vâng，這樣。知叔，呀，佢阿家自己食嘢啊，其樂融融。桂芳，你那些菜啊，你要處理喎，那個豬肉啊，知叔你聽到嗎？給你豬肉首先要處理，給你嘢你就自己收好，就慢慢分俾佢哋食，冇一次馬上食咁，馬上一次食太多嚇，可以慢慢分俾佢食個，每日食一支啊，嗰啲啊，係吧？每天吃的不能一次吃太多啊，聽到沒有你們？有沒有聽到小烏龜？有沒有聽到？不能吃那麼多啊，每天都可以吃一點點，好不好？不要吃太多啊。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你還沒跟我說話，我今天來這裡還沒跟我打招呼啊。睇頭書呢也買咗俾佢。你們姐姐，你們多少天洗一次頭？很多次啊，很多次。夏天了要最多是隔一天，如果出多汗的話，天天就要洗啊。要注意衛生，好不好？聽到沒有，妹妹？貴方嘅呢個，即係有啦。先洗緊嗰啲啫，我哋去嗰個批發部都買咗個嗰啲，
都有啊，師傅間呢啲洗緊嘢，到時我哋個清閒個洗頭水冇露出嚟，我就凍幾套過嚟俾佢哋洗。中秋節盡量中秋節之前那個安排都嘛，過來攞月餅攞俾佢哋過中秋。幾多個人圍請你搞掂喎？你就找着，乜嘢？那所以你就日子我 check 俾你，得啦講，我你個生日嘅時候我就對嘅，日子我搞掂俾你嚇。到時我講你日子你就揾師傅嚟做好，幾多錢我就計好俾你得啦，使會俾你轉，冇浪費啊。係咁啊，記得嗱，你教我炒喎。哦，我不吃了，我要回去吃飯咯，對吧？你要好好照顧你的小孩喎，聽到沒有？不要打小孩了。你之前有打他們啊？你知道啊？不要打他們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啊，姐姐，你只隔離屋嘅咩？我話你隔離隊，我đánh mình đánh được càng công nhiệt tâm mà như là你隔離村就攞嚟嘅啊？實嚟，thật đi 我哋出去哋啊。多謝你嚟夾哦，冇事冇事。好了，就送到這裡吧，一起拜拜咯。哥哥姐姐嘛，記住我，記得住我吧。一个这个還想要我再來嗎？啊，你們要努力讀書啊，努力讀書啊，記得吧？全部以後洗澡都要來裡面，你姐姐和妹妹一定要到裡面來洗澡，不能在那裡了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拜拜，拜拜。叫哥哥姐姐，叫哥哥姐姐，好，一起哥哥姐姐，拜拜。哎呀，好的，走走走。